今仔日9月23是国际手机日，文化部的新竹生活美学馆就是文化边馆，透过 QR code， 听众朋友就通以行动导览影片、手机导览这款方式，感受资讯无障碍的服务。听众艺术家表演趣味的行动剧，还有听众朋友在现场帮大家画人像。过去听众朋友来到美术馆，因为耳孔听无的原因，常常拢无办法了解导览内容。即马透过手机下面都有手机影片会当看，对因来讲确实帮助真大。现在有办这个手语导览活动，再加上呢有行动装置，用影片的方式呈现手语导览，对聋朋友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的母语就是台湾手语，是用视觉来吸收。如果加上手语，借由视觉的方式，对我们吸收非常有帮助，等于就和听人用耳朵听到是一样的。新竹生活美学馆指出，文化边馆是这几年非常重要的计划。透过无障碍服务，希望未来会当让全民拢有机会来体验多元文化。把我们台湾手语导入进去，希望说我们的聋人朋友以及其他所谓的银发族或者是我们的学生都能够透过影片来了解公会堂，那也能够了解手语的台湾手语的精神。除了行动导览影片服务，到11月前，各专手语导览活动，由手语老师带大家来联办新竹公会堂，做伙来体验学手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